先生您好，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吗？妈，你帮我把它退了。怎么了？是款式不满意吗？新娘子走了，婚礼也取消了，我留着它也没有用啊。先生，你看着我的眼睛。你知道至今为止我失恋过多少次吗？这个数。当时我可比你惨多了，我恨不得天天泡在酒缸里，醉死算了。但是后来一想，值得吗？花着自己的钱，伤了自己的胃。我的作家男朋友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一个不爱你的人又跑，说明你离幸福又更近了一步。”所以说，这个钻戒，我觉得你应该先留着，总有一天它真正的主人会到来的。在那之前，可能还需要再走很长一段路，你一定要耐心等待哦。港剧里不是经常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吗？做人最重要係開心啦。所以，我自创了一段快乐哈哈舞，我今天传授给你。在跳之前，我都会跟自己说，每当你痛苦1分钟，就是又失去了60秒的幸福。快来呀！别傻站着呀，跟我跳起来！给你正能量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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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快，这不缺心眼儿吗？好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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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释放你的负能量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先生您好，需要点什么？我要买那枚戒指。先生，您太有眼光了，这可是今年的新款，它的色级是 H， 净度是 VVS2，极微小瑕疵，而且瑕疵是在钻石的最底部。我放在放大镜底下给您看一眼。哎，不用了，直接给我包起来就行了。不行，这是我们公司的规定，必须要看一下的。我说真不用了。我女朋友看了杂志内页，她就喜欢这款戒指，所以什么净度级别呢，我不在乎，帮我包起来就行了，快点。好的，您稍等啊。
这是鉴定证书，您看一下。我带您去结账，这边。咦，处女房东，你在呀？废话，这是我家，我当然得在了。倒是有些外人，就不要死皮赖脸的待在这儿了，啊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今天下午你男朋友，不对，准确的说是你的前男友宋小小，已经把他所有的东西全都搬走了。从此呢，他跟这个地方也就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本来啊，我是想还你几日，但是很是不巧，我有一朋友流离失所，所以，作为房东的我，正式勒令通知你，从我家马上搬走。至于你跟保姆同谋在网上骗取的房租订单，我就不去追究什么法律责任了，并且我还愿意双倍赔偿你的经济损失。你是1块钱在网上拍的订单吧？我给你2块。你是说小小回来了？啊，今天下午回来的。哦，他还把拖欠我的房租还给我了。那你没跟他说我在这儿啊？他知道你在啊，而且他让我转告你，说他另有新欢了，让你不要再等他。哎，另外还特别嘱咐了，说不要再给你的房东我添任何麻烦了。你不用再打了，那个电话他已经不用很久了。那他新号码是什么呀？我怎么会知道他的新号码呀？我们俩已经两清了，井水不犯河水。那我留他电话干什么呀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这个老奸巨猾、阴险狡诈的东西，为了要轰我走，故意在感情上攻击我。企图利用我们女性在感情上比较脆弱的特点，瞒天过海、浑水摸鱼，达到你阴险狡诈的目的。我就知道你不会信的。虽然你是他的网友，但是宋小小的笔记你都应该记得吧？就在那儿，上面第一封，你可以跟宋小小房间他写的那些便签条对比一下，语言总是最